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今咪来读这个龙德山。龙德山这是东方白先生伫咧90年代一个小说台湾大好剧。伊伫咧介绍台湾头一位女医师蔡阿信。蔡阿信是1899年出世，所以伊整个成长过程，甚至受教育，拢是伫咧日本时代。当然尾日本战败离开台湾了后，伊原仔嘛捌蔡阿信医师捌安尼出入台湾2届，还是2、3届，我毋知。相对来讲，不管伫什么所在，医生就是在社会上较有地位的人，较有读册的人，尤其是受这种西方教育的体系，因的知识甲眼界拢会较宽，所以因有看到一寡大部分人可能无看到的，所以怀疑蔡阿信女士、蔡阿信医师，伊真做一个台湾人，或者是日本时代成长的，迄个时阵可能强在是日本国籍嘛。当然尾伫咧中华民国的统领，或者是实名之下，国不理种的去摕中华民国的国籍嘛，无得确，毋知影。总是我感觉这是咱台湾人应该爱知捌的其中一位人士。所以龙德山这个小说，东方白先生头尾敢若开10年的时间吧，我袂记得。敢若听讲是1979年开始去找到蔡阿信女士、蔡阿信医师，然后一直到1990年完成这个作品。蔡阿信医师敢若无看到最后的小说的成品，但是迄个过程当中，东方白先生拢一直有去找蔡阿信医师，算讲访谈调查，甚至听讲敢若嘛有录音啦。我就讲台湾人的悲哀就是，这个台湾人的故事。应该是用台湾人实施较知捌的语言文字去写嘛。对东方白先生、对蔡阿信医师，因较实施的语言文字应该是日语、日文，还是台语嘛。当然，迄个时阵无台语文通写。东方白先生国不理种选着爱用中文，伫咧写这个小说，所以这个中文的小说，现如是我来甲读做台语，可能就。拢参考，总是能力有限。伫咧读的过程当中，会拄到一寡字词，毋知要安怎甲读做台语文。甚至有当时我个人猜想，东方白先生为着要展现伊的中文能力，伫咧迄个小说内底用真侪不离深的中文要读到台语的时阵，就是会拄到困难。总是好咧加在是，这个小说尾面是有家拍做戏出。伫戏出内底就是该讲什么语言就什么语言，袂讲因为你有较侪人看，全拢用中语咧讲，好加在无。当然拄到中国人讲中语，拄到日本人讲日语，含台湾人交谈，当然是讲台语，这无啥问题。好，当然我就讲你咧 YouTube 顶管，你会使找到真侪资料啦。我就第一个合作。Clubhouse 这家嘛，分享一寡消息还是资讯，尤其若准讲有拍算要安讲，要学台语，要甲台语学倒转来，所以会使讲参考。伫看这个戏出的时阵，内底有一寡，毋知是因为着要消去别所在，还是安怎，讲的迄个声音和。呈现出来字幕有所相差，所以你若有兴趣，我感觉建议使去看一下啦，讲参考。然后有2出戏出，我嘛是不了推荐，只是大场店和这个台湾笔合，因为这2个戏出所行过迄个时间点，拢伫咧蔡阿信女士、蔡阿信医生伊一生当中的一个叫做啥？过程就讲，蔡阿信医师1899年出世，一直到
1991、92迄阵完成伊人生的课题。90几年的生命当中，当然有包括日本时代，只是大条件，主要是日本时代，有包括中国国民党来到台湾，吞纳台湾人迄段时间，所以迄段时间用台湾笔合来呈现。伫咧蔡成医师刚来到台湾的时阵，我那嘛有拄着过，所以我感觉这应该是咱可能会使小看知捌的一寡背景。好，咱就来读这个《龙德山》。龙德山有3部曲，龙，流浪的浪，海浪的浪。咁使来讲海浪，改讲海印啦，飘浪的浪，德台的德。所以这是读到这个第2部德这部算第2部曲，我那嘛真侪章已经读到第7章，所以当然我就讲啦去看迄个戏出是较趣味啦，因为面试界迄个30集因为可能伊是要讲蔡成的故事，所以伊的重点敢若放伫蔡成医师伊的求学过程，其他的论述小说是有写了不哩啊有，毋过可能伫咧戏出内底就无遐有啊。毋过我感觉这拢是会使讲参考啦，所以我看看有啥物物件要来分享还是啥。当然，我是同时间有伫咧即个 YouTube 界做直播啦，你若有兴趣，还是你有看到，可能嘛是会使帮参考。伫 YouTube 遐你会使看到，可能分享迄个吹台语的画面，有一寡字词，想要知影，台语敢会使安尼讲。好，第2部德的第7章，秋天要离开，自从保罗本的几个囡仔伫咧埕顶，甲迄只摆骹狗小铁怪埋葬，因为死去啊，因可能年老啊，狗啊10几年，埋葬了后，对水星也伫咧保罗本的即个船全失踪去啊。这件代志，白帆讲也无啥在意，反正伊也真讨厌即个真咬惹代志的杂种仔囝，可无讲早一日甲伊拖除掉，按厝里甲放出去。颠倒是公粮是真着急，就惊讲有伫倒位3长2短，就派人去到埕顶土地公庙墓地，准备4月去找，但是找了几个工拢找无人，以后找的人也变单咯，也加上因为田里爱无闲，无甲几个月，保罗本的人早就甲水生的影就拢袂记得了。但是春生、秋生和东南，因无甲水星放袂记，特别是东南，透暝透日，拢伫咧思念水星，回想起伊的金龟番薯，伊的鸭卵，伊的野鸡，伊的毛蟹，总是希望水星会当因咧放学离开公学校的时阵，会点点啊伫咧校门口出现。但是这一切总是一种梦想，一直到3、4年后，东南、春生、秋生做伙按湖口公学校毕业，这个梦终其尾也无会当实现啦。第20，东南按湖口公学校毕业了后，伫咧厝用2冬无代志做，复习，讲甲真文啊，复习，但是。复选台语会使安怎讲？我是讲是我的想法。咧厝咧用，可能吧，我毋知。看卖嘢到底是啥物讲法？用你厝里无代志，哟。用当然，张龙教授有收一个书，看下这个书到底安怎讲？
失业无代志。伊一直到当嘛是有不了侪状况，就是毕业等于是失业安尼，有学籍还未毕业是无因学校的代志，啊无学籍就无事头通好做，就因因伫厝里。当然，自湖口公学校毕业了后，伫咧厝经营2档，帮江良志一寡农田、私人学校教汉文的代志，斗帮站一寡产理和私塾汉儿啊，这可能是汉儿啊，迄个时阵叫做汉儿啊，所以汉儿啊，看嘛是安尼讲。看唔到字，因为这字生那真是安尼。私学啊，汉学啊，对啊 ，private school。汉学啊，学啊先。在过去，这种提供教育或者是基本知识的，大概拢是用汉学的角度来思考，所以汉学啊，知识学啊，汉学啊，本来伊是打算要去大都市读中学，但是伊一向对学问也真有趣味。同班的同学内底，伊的年纪是上细，毕业前的几冬，伊拢是全班头名。但是经过一幕少爷多方探访的结果，才知影台北的几间中学，拢是日本官方专门为着在台湾的日本子弟所起造的。台湾的子弟免讲袂当入去读，连考嘛无稳准。剩的就只有是专门为了训练公学校老师的国语学校师范部。这时阵当然对正做小学老师也无啥兴趣，所以伊就拿甲伊老爸斗相共，拿伫读伊家己手边摕到的汉诗和日文册，悠哉过一段无烦无恼的日子。有一天尾暗啊，当然一家口啊当围伫咧桌啊咧食饭，一幕少爷气喘喘按门外走入来，对大家宣布讲：当然有中学通去读啊！当然有中学通去读啊！江良志就甲碗伫囥咧讲：为什么中学通去读啊？我才按心得转来，伫咧新竹的城隍庙，听到有一个按台中内向城隍庙社员的人伫咧讲，林献堂一寡人合计要伫咧台中创设一间学校，或者台中中学。现主是已经开工动土，半年以内就会当开学。啊，这和台北的遐个中学有啥物无共啊？江良志就安尼问，大不相同咯。这个台中中学是咱台湾人创办的中学，是专门为着咱台湾人的子弟来设的中学。当然也会当去读，只要经过严格的考试。听讲真侪人会去考，恐惊是真歹考入去。在一幕少爷和江良志讲话当中，当然一直目睭瞪到大泪，拍拼伫咧听，严加插话。等到一幕少爷讲完最后一句，伊就已经忍袂了啊，就脱嘴讲出：考试我是毋惊啦，我来去试看卖啊。这以后的半冬内，当然伫咧工作之余，就甲公学校所读的工课重新提出来复习。啊，报名日期也到，就叫一幕少爷去台中替报名。等到入学考试来到位，江良志阁叫一幕少爷带东南去台中考试。自从一幕少爷带东南去台中考试了后的几个日开始，江夫人就伫咧日时工作之余，为东南亲手填补的。先用布幼填做硬底，然后再用乌布
乌布做下面，不领辛苦才甜骨就过个，真无简单，甜骨就过个才甜好。伫东南去到台中赶考的进前，迄暗将迄双布鞋摕互东南，就对伊讲：东南啊，你现主时要去城里考试，我特别添即双布鞋互你穿，你乖乖啊，甲我穿去。安尼啊，我无爱穿鞋啦，穿了骹就痛。东南目头甲家己咧讲，袂当无穿啊！你平常时啊，褪赤骹四界走，迄是咱庄骹啦。即届是你是要去城里啊？大家拢穿鞋，敢若你褪赤骹是身何体统啊？你着乖乖甲我穿去。你若无爱穿，叫今日人连考试都无你考嘛，无得卡无。江夫人安尼咧讲，当然就无答话。何况江良志和一木少爷又搁伫边仔苦劝，就甲布鞋收来。第二天，一木少爷就带东南行路去到湖口，伫咧湖口车头坐火车到新店，等到按台北南下到台中的长途火车。因为还阁有寡时间，一木少爷就带东南行出车头，伫咧新竹城内踅过，才行无几步，东南就甲一木少爷扭咧对伊讲：一木少爷，我脚疼甲行袂去啊啦！一木少爷毋肯相信，强要甲东南拖咧往前行，就敢若听到东南一直咧喊休喊停，而且着骹顿地，就跍落去替东南甲布鞋脱落来，才发觉到骹底拢真甲红光光，拢全水泡哦，毋是啦，碰趴吧，应该是浸起来嘛。是那种起水泡，敢袂使来讲，因为迄骹伤完也是安怎？这是起水泡，还个是布泡、碰泡。伊迄下在过去就无迄种叫做啥，较符合人体工学的，就是，拢是叫人的骹去适应迄个鞋就对啦，所以那就是碰拍，拢全碰拍，甲另外一骹鞋脱落嘛是共款拢碰拍，这到这才肯相信东南的话。看到东南迄双天然足，明明是查甫呀，就是无咧白骹，粗犷不逊。这粗犷不逊在讲野骹，所以。我就讲，这个中文真正就是敢若正文啊，所以我嘛知，看有啥物通讲的，粗犷不逊，天然足无，还是粗犷的，粗白白还是安怎？当然粗野。粗强，粗野粗强，气魄，粗野气魄，所以只是较大机吧，可能吧。看到东南迄双。真有气魄的骹，煞互布鞋硬个甲白白咧，都袂输富人人打白骹相款，迄痛苦也可想而知啦。一木少爷未免着为东南伫咧吐气，吐一困气了后，一木少爷就记载由东南布鞋摕咧褪赤骹伫咧街路行，但是伫咧新竹街褪赤骹抑阁无妨碍啦，看若到台中中学的考场，阁要褪赤骹，阁要如何是好咧？想想咧，一木少爷就带东南来到街仔路的一间差价店，买一双日本式的稻草衬拖仔，互东南穿。东南也袂阁话苦，虽然讲无褪赤骹遐舒适，但是总是比穿布鞋好真多。就记载一木少爷，就对一木少爷踅街。来到新丰庙已经晚到，
八肚爷枵，一幕少爷就带东南庙前的路边摊坐落，因先食一碗溜鱼羹，搁食一碗贡丸，最后搁食一大碗的新德米粉，伊是用吹米粉，所以可能即摆是叫做吹粉吧，可能是安尼讲。八肚爷就饱，小算算的本身想要走，但是一幕少爷煞向容去想着啥，对东南讲：心血来潮，心血来潮。心血来潮，心血来潮，当然照理较无问题，只是有啥物头语种的。心血来潮，毋知第几条神经去想到，有没有想到就对啦。毋知，但是一幕少爷煞毋知第几条神经去想到，就对东南讲：人讲这新竹城隍庙诚灵啦，我也有信心哩。你着要去台中考试啊？咱即马入去庙里抽一支口啊，顺线求城隍庙保庇，互你中学考调，你想安怎？当然也无任何意见。倒是伫咧补课文的时阵，逐不时听到老一辈人拢咧讲到即个新德城隍庙，到底即个菩萨生做啥款，伊也不哩好奇，想要亲目所看，就对一幕少爷就甲一幕少爷点头，就甲一幕少爷点头，所以一幕少爷就带东南入庙里，因下过庙前的河顶，春手的巷路行去，迄个春手有坐几个啊？迄个巷路顶有坐几个啊？去食有青面的，有摆卡的，拢甲垃圾里落的手伸啊直直，为来雕香的人来讨钱。一幕少爷按裤头任几文钱分互每一个去食，然后来到庙的正殿，正殿头前有一个香炉。拄有香，一个刀有庆烟，炉后壁是一只灵刀，顶悬有放几堆啊，有放几副啊，四瓜皮大的神杯，有人摕来就按涂骹弹落，发出破柴的清响声，迄个神龛就伫咧灵刀后壁。城隍爷规身拢挂金牌，肃穆真端庄，安坐伫咧龛里，记载人家膜拜，互人膜拜袂爽，记载人膜拜啦。伊庙里的神或者是什么，迄个什么迄个上帝讲啥迄，当然是记载人膜拜嘛这个时阵拄好有几个西公头戴冠帽，身穿红袍，伫咧神龛骹念咒。有当阵跪涂骹，有当阵爬上椅，有当阵佫会互相踅来踅去对辱。当然也从来毋捌看到过，只是感觉刺鼻，就看甲硬气。来啊，过来！当然，紧来遮抽口啊！敢若听到一幕少爷徛伫咧签筒进前。下手徛伫签筒前，下手叫东南过，东南就扫过。一幕少爷叫东南按签筒抽一支口啊，伊家己就去领导遐摕一副神杯，嘴里高高念，就甲神杯按涂骹弹落，然后才甲迄对神杯按涂骹捡起来，海头对东南讲：无杯。你甲口啊放落去，搁抽一支，当然就搁照话，当然就搁听话按签筒内底抽一支口啊。一幕少爷搁按涂骹等一解神杯，就话休起来讲有杯，当然
这支签就是你即届考试的签，紧摕即支签去对签诗。一木少爷甲神杯囥伫去领导顶，神道顶，替东南摕签诗，甲伊牵的庙的伸手行去。迄个伸手遐有吊一百，有吊规壁的纸印的签诗。一木少爷摕竹签对签诗的字号，总算着抽一张签诗来。为迄个签诗一个甲看，签诗是安尼写的：一雕金榜快提名，显祖英宗大气盛，聪明天赋经书识，为兄显定，为兄显赫定欢赢。我是读赢当赢嘛吼。一木少爷读煞，欢喜甲袂动的，欢喜甲袂动的，就摕迄张签诗伫咧东南的面头前，一直喊，一直摇，猛烈摇晃。伊头前是啥物？欢天喜地，安尼猛烈摇晃。东南，你绝对考会调，我讲考会调就是考会调，你若考无调，神王爷也要保庇，互你考甲调。讲煞，一木少爷就欢喜甲牵东南行出神皇庙，连迄支竹签也袂记你甲囥去你签筒，囥转去签筒。看没有？欢天喜地。欢喜甲袂动的。欢天喜地无问题，欢头喜面，欢天喜地，嗰个什么戏？搞不拢是欢天喜地，欢头喜面嘛吼。笑头笑面，笑头笑面当然无问题。个什么戏？笑头笑面，欢头喜面，欢喜甲袂动，真正欢喜，欢喜甲要死吼，免遐严重啊，还是真欢喜就对啊。应该使去读过。好，第3集，即届内台中二应考的考生有500-600个，因为敢若录取2班，大约100个，所以竞争非常激烈。这考生当中，大部分拢是都市来，敢若看因的穿插和穿的皮鞋，当然就会当分别，就通认捌出来。像当然安尼充满土气、泥土气息，参像东南这种庄脚所在来的考生，颠倒是真罕咧看，凤毛麟角，就是少数。啊，毋过伊要用这个凤毛麟角，当然有当阵啊，有迄个讲法嘛吼，较稀罕嘛。无收啊，但是无收这个事啊，不管了，那就是较稀罕就对了。互当然条件除了超过意料之外，遐尼多的竞争者之掠外，这考生讲的大部分拢是因捌听过放老话，互伊规喙标准的客家话找无开讲的对象，一时之间互伊感觉孤独寂寞起来。人一抓会考得，人一抓会考试得啊，座位啦，应该是座位嘛吼。有一个考生有小可引起当然的注意，伊个人三抽，离黑之中，而且伊个字有当嘛怪怪的，瘦长的瘦，伊迄个瘦字煞写，咪写去什么字去啊？这里用啊，遮文雅的。
毋知啥物字，乌壳壳，乌鬼鬼，说了乌索索就对啊。乌鬼鬼，即字真正是毋捌看过，无啥物字。就是乌，想到遮尔奇怪的字对。伊人瘦抽瘦抽，规身躯乌噜噜当中有淡薄仔白苔的白，鼻仔顶悬生一粒痣。伊从来也无咧讲话，袂似有一种富人人的迄种歹势。伊穿粗布衫、粗布裤，佮弄一双布鞋。考试紧张的时阵，就规面凊汗，烫赤骹就甲布鞋烫伫椅仔边。有一届伫咧考试当中的休困时间，当然伫咧教室外口的巷路散步，又搁看到迄个鼻仔生乌痣的考生，当然看到伊坐伫咧一丛家当树骹，甲文具囥伫咧边仔，布鞋脱落，伫咧扫伊的骹盘。详细甲看，才发觉到原底伊的骹盘和当然共款，拢生红光光的碰拍。当然，多少也约会出讲，伊大概也是按装脚来，只是毋知影伊敢是原仔嘛客家来的装脚，客话敢会当通。因为好贤和同情心甲吹逼，也就无咧管啦，不管3721，就是不管3721，即个中文即种讲法，毋知。不管3721，不管3721，毋管3721，还是惨哦，惨就甲吹落去就对啊。管你天地几斤重，毋管东西278，或278。应该是迄种的吧，因为好贤和同情心，心肝掠瘫痪，就毋管伊东西278，用伊家己波罗本的客家话问迄个考生，对伊讲：你敢是按装脚来？迄个考生头额起来，目睭里射出两道友谊和惊吓的光美，半带微笑，而且佫点头。但是喙悠然，无讲到一句话。当然就紧问讲，是按倒一乡来啊？当然哦，啊你咧？对方毋若讲，而且佫反问去当然，无落问。因两个人拢为着要找到会当讲话的对象，怎啊笑起来？忽然间，迄个考生也注意到当然的骹，就真戆影伫咧问当然讲：啊你哪无爱穿鞋？我本来也穿布鞋啊，因为骹疼才毋穿的啊。当然就甲伊，啊你即摆穿啥？当然就看家己的骹，笑咧回答讲：日本的稻草青拖啊啦，真舒适，骹就袂阁疼。伫倒位买？新德街市。我考试线后要叫阮阿爸去新德买，新德街啊替我买一双。迄个考生最后真肯定就咧讲，即届入学考试当然考得无满意，所以一幕少爷问甲伊安怎的时阵，当然就敢若害头，也毋愿意加，也无要阁加讲。伊就感觉骹一直咧疼，疼甲连碰拍也破去。但是伫咧火车顶，伊阁勉强穿拖仔穿会牢。一个落到湖口火车头，就阁甲拖仔摕伫手里，烫赤骹转去。一个转去到波罗本，逐个拢来问当然考得安怎？
伊总是感觉真野先，一个一个就回答因讲，500-600人去考，拢是市内人，啊，咱庄脚人是要去甲人考啥？袂调啦，袂调啦，免阁问啊啦。毋那所有庄里的大人拢来问东南，连东南的老朋友春生、秋生也来问。毋过因毋是问伊敢会考调，因为因是真肯定东南是一定会考调的，所以因才问讲：东南，你敢有要去台中读册啊？读什么册？按先看，读什么册？按先考调才讲啊！我看是考袂调啊啦。遐尼侪人去考，而且因拢是都市人，哈，也是甲恁做伙去做田啦。放饭迄一天，一木少爷又搁带东南坐火车来到台中中学看饭。东南伫咧饼顶的饭上，上来上去，却找无家己的名字。一木少爷就带伊迄副一蕊目睭的老伙仔目，伫咧饭顶原找，共阮找无东南的名。拄伫咧失望的时阵，东南伸手来揪一木少爷的手，用皮皮喘的声音轻轻啊，伫一木少爷耳孔边讲：一木少爷，敢是考无调的名，也会甲名写伫咧本啊？倒，你的名伫倒？一木少爷喘片片伫咧讲：伫遐，东南少爷记帮手头一抓，歹势伫咧讲。一木少爷就紧甲目睭刷过，紧开一困了，然后大喊一声，佮拍一个手笛啊，滑过头对嘴啊开开的东南真困扰伫咧讲：戆囡仔，你毋知哦，你毋若考调，而且是考到第1状元啦！阿弥陀佛咯，新竹城隍庙真正是有灵感嘛！这早就写伫咧签诗顶悬啊！咱转来去菠萝文，紧叫人做红姑来甲伊答谢。这真正就是高读册有灵社吼，这个也着神也着人啦，家己真拍拼啊，安那嘛是较重要安尼。好，第4节，台中中学的规定，台中市以外学生拢爱住伫咧学校的宿舍里，所以开学的前几日，当然着行李排列，穿迄双伫咧新竹街啊买着的稻草拖仔，孤孤一个人坐火车往台中去。因为当然即届考着学生的状元，那老师学生等等的头一个捌伊，而且也随互同学选做宿舍的社长，代表学生和学校方面交涉一切的事项。第2天，当然就伫咧同一个宿舍，拄着迄个同落来的客家人同学，当然欢喜甲袂当直，一个见面就对讲：你有考调？是啊，你嘛有考调？对方嘛安尼讲。当然只是咧欢喜，拄找无其他的话通好讲。忽然间闪着对方也共款穿一双日本稻草拖仔，就讲：你有买着稻草拖仔？是啊。是阮阿爸去新竹街里替我买，穿了脚果然袂疼。你是讲你按东落来？请问你的名是？我叫做柳阿婷。对方安尼讲，然后就微微啊笑，补一句讲：你号做江东南对无？东南真戆真惊吓地讲：你哪会知？啊，你考着状元谁毋知啊？当然就面啊红红笑笑的。阿婷也对咧笑，在即个互相笑声当中，因就真做知心知己啊！伊啦，你罔听，安真自在。才甲一切日常诚大的问题安搭好，正学生就传说讲，开学典礼迄一天，安东真美这位台湾总督讲要亲身来学校主持典礼，时到这位
雄伟的武官总督要伫咧台仔顶做一场恭喜台湾人家己去学校的演说。若学校方面也要派一位学生用日语去到台前来答谢。这位答礼学生一定要慎重按考调中学的学生当中来评选，因为当然是考入中学学生当中的第一名。经过几落位日本老师和教务的讨论，伊总算讲去用选调。为了慎重起见，即届台中中学的日本籍校长，还阁伫咧开学典礼的进前一天，叫所有学生穿因厝里早来上整齐的衫仔裤，集合伫咧学校的运动场，列队做事先的视察演习，较袂时到伫咧总督面头前发生意外出错，有失学校全体的面子。当然，敢若是宿舍的社长，如果兼做代表全体学生来答礼，自然而然就徛伫咧队伍的上头前。迄位日本校长一个上台，头一个就看到啊。当然发觉到校长戆直，一直咧甲看，瞪着眼，直直地望着他。当然发觉到校长目睭一直塞咧看，油头甲面为伊规身躯上细咧震，袂输要开喙讲，煞又搁害头，一句也无讲，就按台仔顶行落来，行伫咧当然的面头前，献出真妄妙、迷翕，就是沙无长的款吧。迷惑，伊可能就毋知要安怎。迷惑，迷翕，所以迷甲迷翕，迷翕，佫有啥物字数？近期敢有查过，只是感觉即个词算中文词，所以就较无知了用台语来理解。戆气，迷去，想无，所以就是行到当然的面头前，看一个煞戆气，举当然的骹讲。讲当然，你敢无会？当然的面红到耳空筋，也毋敢讲话，敢若害头。你敢若即双稻草拖啊？当然的面搁较红，又也毋敢讲话，敢若顶头。你要穿即双拖会向总督台答礼向？当然的面红到变紫色，这个红到发紫，对。一个人中文是咧讲红到发紫，凊甲掠袂掉，但毋过面规红到变，只是规个张红起来吧。中文咧讲红到发紫，迄是啥物？红到出汁，凊甲掠袂掉，但毋过。对这个状况来讲，毋是还是规个歹势甲毋知要安怎才好啊，所以毋知要安怎才好。头前2届是规个面拢红开，吼，然后搁较红，即摆是规个红甲毋知要安怎，毋敢害头，也毋敢顶头，只好就点甲头垂落。校长就点行转去台仔顶。阿妈滚出甲第一直，大声对运动场的新生伫咧话讲：有几个人无穿鞋行出来？无穿鞋的人出来，有4-5个新生，哩哩啦啦，毋是散夜夜，
零零散散，就是真正是毋知要如何是好迄种啊！你，我遐一个，零零散散，零零散散，进前什么线牙牙，细细线线，细细线线行出来，应该就是细细线线啦。佮讲200个学生嘛，有4、5个无嘛，算咧话2%，2%无会通签，其实差不多啦。好，无穿个人行出来，大声对运动场顶悬的新生，无穿个人出来，有4、5个新生就细细线线按队伍里行出来，拢行来到东南的边啊，和东南客客做一伙，连阿丁也伫内底。因拢面啊红红，骹穿衬拖，或者是别个啥物物件，反正拢毋是鞋。校长就叫总务甲反复规矩啊。迄当天就带遮个无穿鞋的新生去到台中市街，甲伊每一个人拢买一双橡皮白布的运动鞋，迄个橡皮白布。所以我看卖是毋是会使阁继续读？这个部分。可能会使阁读偌济，看起来可能会使阁读过吧，是这集。好啦，过来读一集，第5集。当然廖准穿鞋的酷刑，等到开学典礼结束。当然廖准穿鞋酷刑，等开学典礼煞就会当结束。料想袂到是按即天才正式开始。原来即间中学有军训操练和爬山极限的课程，爱穿皮鞋。所以学校一个开学，校长就规定每一个学生拢一定爱订做一双皮鞋。布鞋对庄脚囡仔的大骹步来讲，就已经诚痛苦。阵若换做皮鞋，就袂输大尖鞋更加痛苦。也无怪逐届军事演习，或者是按野外爬山转来，当然和阿婷就三对坐伫家当树骹，甲皮鞋躺伫咧边仔，男婴双烫拆骹惯时的大骹步连连叫苦。有一天，伫咧烧碰拍红光光的砖头啊，阿婷雄雄想着，就对东南咧讲：东南啊！迄双文明人敢是有需要一双文明骹？什么文明骹？迄是啥物骹？当然一时之间莫名其妙，目头夹夹。我是咧讲吼，一双文明骹，就敢若亲像其他饲亚人的骹，白色色、幼咪咪，啥物鞋就拢通好穿，绝对袂像咱即种阿母骹，穿啥物鞋就疼、就红、就肿、就起碰拍呀。当然，看伊家己和阿婷的迄双大骹步，阁想着阿婷拄则所讲的文明骹，阁较安怎嘛无关系，就只有笑笑无益。当然，你看咱即个阿母骹，敢有法度家变成文明骹？阿婷就看伊家己的迄双又阁粗又阁大的砖骹残砖骹好啊！看迄双又阁大又阁粗的残砖骹，忽然又阁讲。变成文明骹，我看是无可能啦。当然就头害害咧讲，有可能啊，哪会无可能？阿婷就举头去看家当树顶的树叶啊，自信咧讲。当然真嚣伊讲，我毋相信。但是当然啦，你敢有看过其他的福佬人的富人啊？甲骹用白布甲垫起来，垫甲遐尼细，遐尼小。毋则互人叫做3寸金莲啊！迄是人因自细汉就白骹啊，骹毋则会白甲遐尼细、遐尼幼。我就捌听过大母人、大母种才咧白骹，当然安尼咧讲，迄是因为其他的人无饲过的原因啊。当然听到这话了，煞惊甲目睭顶啊大泪，随问讲：阿婷，敢讲你想要试看觅？你一个查甫人？阿婷无讲到半声话，
只是敢若真坚定，真有把握顶头。伊就讲，有时我家己咧想啦，豆毋是一定爱甲骹拔甲遐尼幼、遐尼细，但是会当学其他诶人，甲骹填落较细一点，较白一点啊，会当亲落去，而且袂疼。当然，咱即摆读诶是中学，伫咧学做文明人啊。咱诶人敢讲无需要一双文明骹咧？当然，一时之间，随便讲去互阿婷问甲无话通互伊，但是感觉查甫人要垫骹实在是伤罕过，一时也忍袂了，就甲肚腩咧大笑。因为阿婷就无去讲话。当然，廖准讲阿婷只是一时好现。当然，廖准阿婷只是雄雄想到滚装笑，散嘴讲讲诶尔。当然也无真认真，所以就迄双皮摕咧，褪车骹转去伊诶宿舍，甲阿婷一个人留伫咧家当树骹。以后也甲文明骹即个代志袂记。过一个月了，当然廖准讲，过一个月了，当然也已经甲阿婷诶话完全袂记。当然发觉到阿婷诶行为愈来愈罕过，诡异哦，奇怪，怪奇，啊，佫有啥物讲法？诡异。诡异。怪奇还是啥物货？诡异。无咧，敢若一只台湾线顶就是顶是一只虫咧。台语水讲，我看嘛，台语水讲，看嘛，台语水讲，安怎讲一个诡异？诡异。几个。81支片哦。奇怪所在啊，好多啊，小心已经认出死者。认出死者，诡异吼。无心的新娘，死甲这尔蹊跷，凶手拢还袂找到。蹊跷。但是今仔日这个代志有淡薄仔奇怪。奇怪。我也相信伊绝。蹊跷奇怪。怪好笑。奇怪奇笑。台湾机啊，诡异法，这是中语。赶急忙将昨夜的诡异状况，诡异，比较讲诡异。只是诡异的状况并。拢比较读，个拢读中语的。没有因为天亮而结束，就在金蕊出。奇怪怪奇，还是蹊跷？人分裂。然而更诡异离奇的是，拢读对中文啊。拢读对中文去。诡异莫名的现象又四起。伊这拢是。其他迄个做什么货？做伊安尼用开始。佫有啥物？啊，伊嘛是敢若诡异。安尼就真好。无，我应该是看另外一个书。
有过来迄个什么诡异、太诡异、蛮诡异、非常诡异、超诡异，我讲一个超诡异什么货？不过，中文甲伊讲诡异，即几个诡异是拢可能怪奇吧，应该是怪奇的意思啦，就是奇怪。甲阿婷大概暗时要困之前，就走去宿舍外口的家堂树骹，毋来做啥，才连骹捻手壁扶咧行转来，发觉到伊放入去伊面床顶的棉被里，有一摆当然闪着伊双骹穿真厚的袜仔，过啊详细甲观察，才发觉到伊每一暗拢是穿厚袜仔咧困。当然也了疑毋敢甲问。有一天暗时要困之前，阿婷又搁神秘行出去宿舍，当然就压袂牢伊的好奇心，总算讲对伊伫咧后壁行出去宿舍。伊看到阿婷一个人来到真罕有人行骹到的宿舍的壁角，四界看看的无人，就按墙壁挖过，坐伫咧涂骹，按裤底啊认出一卷的被布，豆豆啊甲倒骹垫起来，又搁认出另外一卷的被布，甲正骹垫起来，刷了后，搁认出一双袜仔，开始穿袜仔。当然就连骹捻手行过去，真惊遐对阿婷直咧讲：“阿婷，你安尼是咧创啥？”阿婷错一条，看到敢若当然一个人，才透一口气讲：“我咧垫骹，垫骹要创啥？我都无教你我的阿母骹啊，我要甲伊垫做文明骹。”我了准就是咧凊彩讲啊，你这个真正做咧。当然就头害咧咧喘吐气。阿婷点点无讲话，敢若抬头看天顶。迄个时阵天拄啊有一个月升起来，袂输是一支3寸金莲，袂输那是仙女流落来。当然看阿婷无搁讲话，家己感觉真无聊，想要来走。阿婷煞甲伊话咧，对伊讲：“我无想要甲骹垫甲袂输那。”福禄富人人遐尼细，我敢若要甲伊垫较细一寡。这你早甲我讲过啊。当然讲完就想要搁走，稍等一下啦。阿婷就甲当然嫌讲，我垫骹的代志敢若你知，请你千万毋通讲出去。当然就点头答应。但是准讲当然有尽量要替阿婷来守护这个秘密，煞也无啥物路用。因为才过一个日，有一天天拍母光，也毋知啥物原因，宿舍的一角煞庆烟，铃仔声大响，所有学生拢冲出去宿舍外口。阿婷煞压伫后壁，大家看伊，一扭啊，可能是迄种的吧。一扭，伊骹拔掉的歹行路，看吧，可能是安尼。所以看一扭是安那。怪怪，我毋知咱大家朋友敢听我咧讲啥呢？我毋知影。无啊，这样扭一扭，所以伊诶应该是，因为火警伊就怎啊？大家看伊摆咧，枕头毛咧行出来，伊双尾也毋知啥物时阵落去，大家就发觉着讲，伊双颠簸诶骹。啊！若伊迄个文明卡的故事，就传到规个学校，连下命令叫学生买批下的校长也知影。啊！若阿婷的一双骹最后到底有变势啊无？毋若全校的老师学生，就连当然嘛不得而知，应该就是知影嘛，就是无变势嘛，应该是安尼，因为。讲实在，读到中二啊，你啊差不多是12、13岁啊嘛，12、13岁啊以后，伊讲才要来读骹一头考哩，而且迄个时阵，准讲当伫咧
嘛是大身躯袂大骹，所以毋是讲袂大，就讲迄个时阵骹你较大有限啊啦，甚至嘛有人咧讲嘛，大摊货较有影咧，啊有可能搁咧大身躯诶啦，所以可能当然读中学诶时阵，而且台中中学是高中诶部分嘛，应该是高中吧，对无？啊，所以若高中诶时阵，其实大摊货较侪吧。所以遮你讲无通知，毋过看现现啊，你敢讲无通知？因为连校长嘛知影啊。所以讲最后即句是毋是怪怪啊？啊若压定诶一双骹到底有变细啊无？若全校诶老师学生，就连当然也袂得通知，不得而知，袂得通知。可能应该会使好啦。第六节再来读一个。伫所有中学的课程当中，当然上喜欢的是英文。英文是中学第3年才开始读，一礼拜敢若2点钟的课。学生无英文字典，学校也无英文的参考册，全部就敢若英文老师所编的一本英文课本，就准讲是安尼。当然，幼儿一开始就真喜欢上英文课。原因是这位负责签号的英文老师是一个真够讲能言善道，可能翠花还是安那？能言善道，伊后壁是咧讲有在条讲故事啊，能言善道，所以。而且千叶是应该是日本老师吧？日本老师迄个千叶应该是700吧，我会记得。何蕊蕊，何蕊蕊有淡薄仔负面字 ，very eloquent，怎样？敖讲话会读册。煞啊，能言善道的反而不会读书。然后讲话会读册煞串袂晓，有材料讲无材料读得对啊。叫做啥？好蕊蕊，酸椒脆，有脆水，真有脆水。无啊，这个能言善道应该是迄种的吧。当然后壁伊阁斗一个直头讲故事，所以能言善道，是安怎讲？原因是这位负责签号的英文老师，敖讲话阁敖讲故事，伊的英文发音完全是日本卡塔卡纳的拼音法，一点仔也毋是英国式的发音，但是这无阻碍当然对伊的敬爱。陈桥先生一节课敢若教20分钟的英文，其他的时间就咧开讲伊人生和讲故事当中烦恼过去，烦恼大发哦，大发就是咧讲烦恼，还是转过大发。拍牌，敢是拍牌？打发，因为这个时阵应付、磨过、消磨，可能有消磨，变工嘅，做艺能。消磨应该可能消磨啦，可能消磨较好势。好，所以一节课40-50分钟，上课20分钟，其他的时间就伫咧开讲和讲故事当中消磨过。无甲一个学生伫伊个上课当中拄久，特别是伊对英国文学的丰富知识，尤其互当然拢听袂先。
有一天讲完半节课了后，当当陈友先生打开话匣子哦，靠背，打开话匣子。你打开话匣子，这个词，1990年代迄个时阵，陈光平先生就来讲，打开话匣子，破冰先开喙，破冰先开喙 ，break the ice，help start the conversation，groundbreaking in relations。所以我哋有一天讲完半节课，当陈耀先生拄要开始开讲的时阵，当然就好奇咧甲问陈耀先生，英语敢毋着是按英伦三岛古早以来的方言啊？毋是，陈耀先生讲，袂输甲伊的心弦撩叮当哦，撩动心弦，也是去真个来瞄到什么紧的款吧？因为迄个有当阵啊，就是爱有人去甲迄个啥机会，也是一个美甲甲瞄到就规个拢听开了，是安怎？撩动，撩，飞叮当。袂输去甲伊的心弦飞叮当，雄雄精神百倍起来。英语毋若是英伦三岛古早以来的方言，连英国人也毋是英伦三岛古早以来的居民啊。英国人是真侪所在来嘛，什么样个实性？所有学生听一个，目睭拢听大泪，身躯一直直，呼吸啥物拢停去。等待陈耀先生进步的解释。啊，若陈耀先生嘛无辜负着众人的望，就敢若打扫两声，然后轻轻的就开始讲起来。自耶稣降世以来，英伦三岛就做一群民族，或者 guild， 应该是该翻译做应该是卡特人，讲卡特语。这种卡特人和卡特语是完全和后来的英国人的英语无相像。这个原始的卡特人发展出因特别高度的文化，而且比其他欧洲来的居民搁较早几了100年就信基督教。啊，若这个英伦三岛后来是又搁安怎会成做英国，而且又搁通行英语呢？原来是伫咧公元400多年的时，英伦三岛顶的几个凯特王国之间发生内战，其中一个英伦本岛的国王就派人到对方的欧洲大陆求帮战，想要利用外来的军队替伊平定岛上其他王国。这个时阵，德国北方有一个叫做 Low German 的所在，有带3个部族，分别是 Angles、Saxon 和 Jutes。因以后合起来就统称做 England。啊，那因所讲的话语，就是咱现主时伫咧学的英语 English。陈耀先生停一下，又搁打扫几声，就继续讲落去。我拄则讲到对啊，对，我讲到有一个凯特的国王派人来向欧洲大陆的人求援助，拄好Anglo-Saxon 和 Jutes 这3个部族的人听到，就联合起来，坐船渡过英伦海峡，到英伦本岛替迄个喊救命的国王相战。这个来自欧洲大陆的英国人，拢是勇敢又搁强的战士，勇敢强悍，又搁强又搁勇。勇敢，强悍，有三个讲，敏、强、硬目、硬角，
所以地龙教授收这个数，看了解。所以大家的朋友你若有兴趣，即敢若有册，反正是龙德所的3部曲啦。所以其实伊有实体册啦，无电子册，但是有电视剧啦。因原这连就是电视剧，看电视剧是较刺激啦。甲强甲强，B，因是又个敏又个勇敢的战士，毋但替迄个国王甲其他的真侪小王国拢拍败，最后连即个王国嘛去互即个英国人征服。因毋但甲英伦本岛的土地城墙拢占起来，而且佫家己做国王，甲原底世界大的凯特人赶去到荒郊野外、荒山僻壤赶去到较偏僻的苏格兰 Wales， 甚至甲因的大部分的人拢赶去到爱尔兰的即个岛上。伊爱尔兰当然即卖是改翻译做爱尔兰啦，毋过我感觉伫台语文内底应该是会使有台语文的读念法，对无 ？Scotland、Wales 爱尔兰，当然经过一个 North Ireland。安尼讲来，当然就咧插嘴。安尼讲来，苏格兰、Wales 和爱尔兰岛上的凯特人，就是继续讲因家己的凯特语咯。因暂时当然还阁咧讲因家己的凯特语。不过讲无甲偌久，那苏格兰和威尔斯的凯特人被英国人来征服，就连爱尔兰岛的凯特人也伫咧公元第12世纪被英国人征服。从此，英语就成做英伦三岛的国语。英国政府极力伫咧推动英语，无允准凯特人伫咧公开的场合使用凯特语，而且佫强迫凯特的囡仔每一个人拢爱学习英语。必须差不多所有的爱尔兰人到最后拢敢若晓讲，会晓写英语，而且甲因原底的凯特语和凯特文，化拢袂记得了。所有学生就开始一步一步吐开，拢为着爱尔兰人甲因的祖先的文化袂记得了，伫咧可笑吐开，却想袂到。千鸟先生换另外一种真轻松又阁笑开开口继续讲落去，请你莫瞄准凯特语和凯特文化，就安尼长紧。爱尔兰岛上的凯特人是真有民族精神的。因虽讲嘴里讲的是英国人强迫因讲的英语，但是私底下还阁伫咧偷偷学习因祖先的凯特语。而且从开始到现主时的800多年之间，将来就毋捌停止和英国的统治者发生革命的战斗。遐勇敢的爱尔兰战士是免讲，甚至连遐个手艺笔的爱尔兰的作家，也永远不停伫咧为着宣扬爱尔兰文化和精神伫咧创造。这是伊伫咧讲日本时代嘛，所以苏格兰人为着要对抗英格兰，对抗英格兰的人嘛是真正拍拼过了8年。当然就好闲继续问讲，爱尔兰有出过什么伟大的作家无啊？千鸟先生，哪会无？生甲那山咧？千鸟先生继续讲。然后就看天棚，头仔绕咧，想讲，头仔绕咧，想咧想咧，继续讲，像讲有写过《古堡游记》的 Swift， 就是爱尔兰人；像讲写过威克菲牧师团的 Goldsmith， 嘛是爱尔兰人；有写过 Ulysses 的 Joyce， 嘛是爱尔兰人；像写过这是 Happy Prince 还是 King Lear， 唔知影，我无确定。伊拢是写汉字，啊，佮写无后壁，敢若人名后壁有英文字尔。这个啥？好像是 Wild Oscar 吧，嘛是爱尔兰人。
像写过无几个文图的 Bernard Shaw 嘛是 Erdman， 参像其他的文人诗人像 Moore、像 Yeats、像 George 夫人、像 Dunsany、像 Synge， 你这个像 Synge， 这像我唔知，嘛是阿伦人。论真讲，将来就毋捌有一个小岛会当产生遮尔济伟大的文学家，也将来毋捌有一个小岛的文学伫咧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遮尔崇高的地位，为世界文坛开放遮尔济美丽的花蕊，这也就是阿伦文学。啊，遮个作家拢是阿伦的人，所有学生拢舒了一口气，你看我跟你讲。放另一口气，但是伊进前拢是咧吐气，怨叹，又可惜又怨叹，起码是松了一口气，迄个感觉，所以应该怎么讲？松了一口气。透一口气，好啦，透一口气。拢为着这安尼的作家替因的文化争一口气，感觉到欣慰，这是人。甲拄只迄个松了一口气，我感觉是差不多哩，是啊。出头天，松了一口气，真是松了一口气啊。所以这里桑字可能会使有无同的讲法，放轻松。然后讲的欣神欣慰安怎讲？欢喜，那是什么一回？拢为着爱尔兰的作家、爱尔兰的作家替因家己的文化透一口气，也是拼出头天，感觉到欣慰，怪欣慰。但是对王教授有啥物讲法看法？我查过，感觉到安慰，受到安慰。怎样？我的话哪会讲到遐尼远去啊？陈晓忽然间嘴也开开，有所感悟，所以就搁甲话题扭转，继续讲下去。也是爱搁转来讲我的英语啦。自从英国人完全甲英文三岛征服了后，英语就成做英文三岛的国语。尾啊，这个英语又搁对着英国的国力的发展，传播到每一个受征服的殖民地去。当英国人征服印度，英语就成做印度的国语；当因征服 Australia， 英语就搁变成 Australia 的国语；当因征服南非，英语就成做南非的国语；当因伫咧加拿大甲法国的军队拍败，英语又搁成做国语。当今英国在世界各角市拢有殖民地含占领地，成做日不落帝国。日不落帝国，这有当然拢照迄个字读，毋是袂使。日不落国，怪呀。所以英语也成做，所以英语也因为安尼成做世界上通行的语言。按遮会当看出来文化和语言的发扬和普及，和国力的强盛有真密切的关系。陈耀先生的脑想单就讲袂出话，所以就硬挤出来一寡喙烂，甲喙烂吞落去，通好来润喉。最后做一个结论讲：各位同学，今仔日咱来学习英语，目的是要学习英国人的一切的好处。通将来为着咱日本帝国来服务，希望有一天嘛会当亲像英国人安尼，
将咱的日本文化含语言推展普及到世界各角市去。即一暗顿食爽，当然无亲像英俊，安尼，转去宿舍休息。伊一直拢伫咧学校内底会翕摆家当树骹同步踱步，踱步，行来行去，还是安怎？淡仔通，还是淡仔蛇？毋是咧，你当作啥？散步嘛，食饭饱小散步一下，只是即个时阵，敢若毋是纯粹散步的目的。考来考去，过来过去，行骹花，所以伊就伫咧家当树骹行来行去，伊渐渐仔咧想到不哩啊济，伊想起故乡的客家话，想起来这中学才学的遐福佬话，想起每一日拢咧读。拢咧写，拢咧讲的日语，伊也想起和千和先生所学习的英语，更加想起遐个无因为岛小自卑的爱尔兰人，像 Swift， 像 Goldsmith， 像 Joyce Bernard Shaw， 当时伊才会当读到因用英语所写的《Gulliver游记》。Wilfred 牧师团 Ulysses 快乐王子和魔鬼的门徒咧，所以现主是因是用日语伫咧学习英语嘛，所以所有一切拢甲翻译做日语，伊才会想讲，当时会使直接读到英语啊，所以讲客话，所以学着福佬话，学着英语，以后用日语四种语言啊，所以。对台湾来讲，本身就是一个岛屿的环境啊。只是一旦习惯华语、中语，安尼将其尾就敢若单语了尔。所以对咱台湾人来讲，应该是爱有才调，学习本土语言嘛。就敢若这个故事的主角，当然，原地客语来到学校学台语，甲受日语教育，然后进个学着英语四种语言，这应该是台湾人的基本的迄啥配备吼是安怎？好，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东方北的这个龙刀山，咱会使暂时读到这第二部。感谢收听，谢谢，拜拜，再会。技术较精彩啊！